大家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华先。时间过了真紧，春天已经准备结束啊。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词，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——国语。国语汉字写作国语，罗马字写作国恶国。雨，国第4条，雨第2条。国雨这个节气过了，就要进入热天咯。一般来讲，这个时阵的雨水嘛会较高。伫国雨的时阵，有一个台湾民俗内面真重要的节日，就是妈祖生。逐年大甲妈伫这时的绕境，拢会有真侪国内外的民众参与，甲妈祖做伙行8年9日，是全台湾上大的绕境活动。国语的前后，就是咧菜色有杏菜甲硬菜。人讲3月杏，4月硬，就是咧讲3、4月啊的杏菜甲硬菜，当咧大出，当着时上好食。照我先，我就上介意食当着时的物件，青国健康。甲国语有关系的俗语，咱会讲国语鸟食做老母，意思是咧讲鸟仔囝伫卵内底经过一个春天，到国语迄阵就拢孵出来啊。鸟仔做老爸老母。爱无用饲囝教囝啊！鸟仔伫国语的时阵是开始要做人的爸母。咱人拄好颠倒兵，俗语讲国语保老母，就是咧提醒咱爱关心时大人的身体健康，不时传寡好食的转去看因，安尼才是做人事世的道理。六。国语妈祖生绕境，3月杏，4月硬。国语鸟食做老母，国语保老母。国语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，嘛代表今年已经过4分之了。大家加油，做伙打拼过生活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